正直以诚实心，希望总有一天，咱的师尊师父啦，咱的祖师，也是每一个希望，会嘛但你爱为了是主要，国家面是主要万物起码以天求，有朋友交也是那感恩吧。万物下起了，主要万物主支持，主办，乐家安静，朋友是小家关系。这句话呢，这样子这讲过，圣人，伊是嘛在过程中，伊嘛有学生发表伊的思想，表演思想，真正需要做修办的时候，你要安怎做，要安怎做。主路是个真实的人，真实的人，人讲一句白话，讲一条安怎伊袂专门我讲，我以为跟老师学的，三天就跟他一个，对跟老师学的应该有看到。三天就伊来，伊刚刚只是把那个所以呢，伊也跟老师有标的，不过因老师特别听伊，足听，因为是足古锥，不足差别，足古锥不足差别，讲到不行也是不遗憾，上我就三天地主可以叫我来上课啦。有一个人，你有看伊用语言就做完以后，你对我好好的，咱可以来去拍片。老师同我讲，有呀，我要过我说出彩。老师同你讲者，你不要你要小懂嘛，他气血嘛，他这个很基本的。这个眼睛的规律呢，一个。死就是讲领导师的辛苦逼，那么冯宪仁的人讲，有啊，甲以为恁咱讲迄个基友啊，在听讲的，国民理解，这些人叫理解，基友的其他地方，主流，因为主流他点。主路较少，伊也较得意。主路就讲，原基本以前有朋友用，因为迄个时阵主路做行业，主路咧做啥？伊有钱，经济好，家己你就唔敢讲，伊有钱经济好，伊有钱经济好，伊咧做下。无干农夫，也是在需要无干农夫，所以想讲，我呢将我所有的下小动力，下小动力，我的车我的马，我的火车，我的马褂，我的球的，我的西装，我的大衣，我的皮衫，我的财务，老师啊。拢我讲个颜料，我有老讲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亲像七斤马蛋，甲生本以前这下元灾苗，我讲是在讲的这个，但是王强但是马蛋用先生，甲生本以前咯，伊啊就用经过伊个足长的。当然呢，主路边，主路就搬出来了，这个，就讲我所有的放我，即摆感恩，因为感恩伊有钱啊，一旦属于表演才来嘛，你太讲讲，但是也的确受用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
得胜的时候，也有主路有些差距大些，真正差距大多。是个人各方面都会当去做，在事发生如意时无难，只要你肯，只要你肯，上天不要求你行这一条，上天不要求你行这一条，你好袂出来，所以人呢，要先，老师啊，应该爱。应该要我按照做，我就会先啦。安怎来方便，安怎来做，我就会行。只要是需要做，只要我会去做，我袂来就来做。今两年啊，老师听人讲话啊，主路伊就交老师，较接近年纪，咱就差一个。所以，伊就讲老师啊，我讲侬讲我的意见，你听下你，我做参考。所以因是前公司，因是我是首先先是那种比较惊前公司，所以是那个，伫咱个计划当中，咱嘛爱有一款的，爱有一款的前公。伫名义上，咱是讲文书。咱是马主，咱是部长，咱是名人，但是事啊，咱是个人之外，大家拢是公司的，免对民主，安尼斗一个过程。有当时啊，下钱咱可以上当，你问我做文书，都是老前人高高在上。有当时啊。咱的学校有一寡需要建议，我开始讲建议，因为对咱的讲文书，咱对来讲，就是咱的名人，咱袂对人来讲，但是考文书，伊交奖品，是哪像就袂晓听呢？伊若讲得主讲，主路得交啲胜足新鲜，交啲胜足新鲜。所以呢，那么除了公馆部主席，除了我们业绩，从乐甲安吉小价来提运气，他理解，我足爱好理解，拢得到足苦苦，心足爱，后面等于有话无，在生有话无，在等有话无，后面快。亲像先生因为先生笑着歌诗，大家拢真来看我要笑人这朋友了，朋友大家拢有信用，拢有守信用，大家好足好好来相处，无你去我骗，你走。少年人拢有人家己关怀，少年人拢有少年人，少年人拢有人家己教。但是，这个是心田啊，不是大普天将啊，大心田啊，这是伊的技能。其实我就看到了很多的习惯，就是乐讲，真个安尼。真正真袂安尼。真少年人，朋友互相讲信用无啦，无咧讲信用啦。囡仔人咧甲关心无啦，差无太远啦。所以这个种子是个人，一种是个人讲人的志愿。这种是国人支持，由主路到工业控制温情三个战点，因为主路是工业是
孔武主是志向，就是啥？因三人讲出来，随时都用因的心写出来，因的心都悟出来，但是个人悟出来悟成哦，所以是来赞扬，也可以讲是真假修养过，伫真假修养过程中的三个。伫咱修养行道当中，伫咱的真假修养方面三个，咱今日来见到透过了咱了解讲，咱现在所行的空间界限，知影咱有正确的讲，所以咱就对员工多理解，经过方面发展，咱会晓怎么啊，对相关在的发展，了解空间界限。教做主要学生，咱这是咱是讲，有咱的心，但是主要是规拢大家，原基本亲情有朋友有彼此有我我拢不要紧，这个心咱家教，就是用一般讲，这嘛是修炼这个行道的这个辅助，所以主要所讲的生活，看来那像真实。毋过呢，是真正修业，一定是实践法门。真正修业就是实践法门，先讨咱的完全界限，因为咱自古世界以来就着东坡落来。咱唔知经过偌久的轮回，经过偌久的转世，所以呢，欠人偌济咱唔知，其实咱个是所以呢，即个情形，咱就写一把财来了解通互咱过来行，甲无当时啊，你过来学才对一寡代志原来你伫实在讲，迄个代志哪像正经的，甲对正经的代志来甲你讲，对甲你唔通愈有进步，有看前有进步，有进步，咱的空间接触不一样，所以这是咱正的修养是正法的，因为主路的生活虽是天良的物质，但是伊的出发点就是在于伊虽是抛掉伊的物质，伊的基码，伊的研究，伊的财富，但是伊所想要爱。要爱心，伊毋是要爱钱来加钱的，要互用的用了的，不要紧的有朋友用所以呢，所爱心，乃是勇气有人之心伊的心智才有够用，伊的心智是够用。所以很重要，主路很重要，孔武知道讲，哪方之教，哪方之教，你要唔教，你是要哪方的教还是哪方的教？教就是教育差不多就是，所以老师嘛，伊就是好用，到未来的事，伊甘愿牺牲伊生命在所修行的真正。为了生活，足济去写诗，处理，足济去写诗，生意，这是咱们介好的这个影响。但言这处世艺术，为讲不是欲以医生，因为他伊到那人。条件花呀，主席相邻无限，乐为无问。便青年当权道，教导他人的善良人格，伊的人我偏见，是我的心情，是这样。
也是在这当时的表演，就不敢提，我也不敢提了。我也这个事情，我也这个事情，这时候我就再杀再起来。我为研究的不足，对现实是比较一般的，再杀再起，不论是文化，不论是地位，不论是年纪。所以的出现，伊的意思为讲有功劳，伊的功劳，咱现在小可功劳讲甲后面拢安怎咱是做一点真的不一样，一点有功劳，咱有啥个有功劳？咱某一个真是那个心肠，咱唔讲是那个心肠，有诶就是讲伊若无过来了。今仔日较清淡啦，安尼咱就是看咱来讲咱情绪有修，这是做一年形象，咱就精神点，但是以后我才好同人讲，应该较谦下，这倒是应该，所以咱有准备为讲不是，就起其心，伊个心是感觉。所有的空义，伊是真正的，无用啦世间的一切不用，无用啦世间的一切气质，伊所用到的，就是一切天理，一切良心，一切道德。人民心目中的，就是正的思想，正的念头，因为伊知影世间的代志，先唔达到高度，不值得骄傲；唔达到轻视，好是应该咱做人，做好人，做为做事，咱应该，唔是咱讲，唔讲我咱讲，咱来做事。做事是咱应该做，讲好话是应该，要是是咱应该，起见是咱应该起。人讲伊遐起见，或是该见，你毋是你人是应该，你其他人就是人家国家的，是咱应该的，毋是咱人。当然咧，也无你人讲以后咯，阮后壁人对我来讲，以后今仔日，请你别放屁。你后尾后尾今仔日，无3年就今仔日，免，咱就定欠嘛，咱就欠。报复的，父母的就是山，老母的就是比较深，甲饲两样生，有需要体。有一个设定对环境，讲咱女儿本来就熟悉，但是不能干来小做，不能干来做要我饲20年。伊去甲讲，天下间的朋友有可能咱去交流，我互你食，互你穿，互你照顾，迄拢袂要紧。你用咱照顾从安尼是什么呢？咱有法度。咱老爸老饲啊，莫讲10年了啦。咱有法度安像咱老爸老细汉咧照顾咧，咱10年安尼落，所以是回信修道修德，就是咧修咱家己行为，咱家己的。所以咱有注意讲，那言不足德将交心怀呀。他有时有人快啊，修道是应该咱来修的啦，西方是应该咱来转去的啊，西方是咱的国家乡，好些人快啊，好些人快啊，然后还是咱国家乡，自私先为模式，先就是咱的本性，咱的性本来就是，
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之初，性不是学善的，性就是本善。性本善，但是落为去做是咱的本能，付出是咱的本能呢。你嘛讲付出是功劳呢？拜托，做就是咱应该去做呢。唔通讲我去做就是功劳呢？我今日来较少运动就是功劳呢？那就是咱应该去做。咱大我就做咧大快有了功德，当你做功德会快乐。安尼若无功德，你唔去讲咯。但有中间有做这个，无采我得安怎个较上好比哦？安尼你就通过就通过。咱来一个落实，落实我的本分，我应该来去做。这个我是爱徛斗阵，徛阵，你在下底斗阵口，毋是基本上是。并今年当前到教导当前的生命经验，兄弟姊妹，咱大家拢是阿母来听，明仔互相照顾。讲出一个学生苏阿姨，有一日，你讲出来，因大兄弟姊妹做拢做这个苏阿姨，真该有兄弟我讲。但是拢有足好个，你手干我干，我干一个主上人之事先于不为正因，君主敬无心于中义的，事外之为大人。有啊，你莫安尼怨叹，对，你莫安尼怨叹，君主敬无心于中义的。你莫讲你家己要明仔去认真做，只要咱认真去做，莫有失望，咱强做出来，劣做出来，事外这个本来的起码就是阿母来听，所以咱知道，一步之主，一书之道，咱就分为主的，所以咱会当真正真灵当正。当前你看你起码困难，当前你看你起码痛苦，当前你起码袂晓去心得，当前你起码袂晓去认得，到照顾伊的生命经历，伊的生命对了，伊的生命从伊的经历中心，就是咱每一个见证者就是，咱毋知伊咱见，咱都见证来讲，咱往当这个所看。在我听唔到信息，讲一当真多，讲事业啦，讲以前到来真难，变安尼这个袂爽，安尼这个袂爽，袂爽就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发扬光大，不是我们走在前面的人，要发扬光大，想这个要搁啥？以运动呢，天时主我命时，天田主我命田。有时讲性格，讲性格较好，先天较好啲啊。讲有时先天是性格者，天是先天啊，必须性格较好，先天较好啲啊。但先知讲话袂知，但先知，但先知讲话袂